另外，捌做过真侪南营立委助理的林岳良，嘛互检调查出涉嫌违反国安法。昨昏检方发动搜索了后，是约谈伊和家人市议员南敏辉的助理王凯明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是捌做过前总统陈水扁的幕僚郭文彬。林岳良尾也是10万块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。另外2个人是防无保请回。我目镜行出办公室，这人自称是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发言人林岳良，则倒伫面册批评立委沈碧荣大兵车，即马也被加入用铁案。七十调查局高安站分进泄露搜查机会甲林岳良的徛家，因为伊还有一个身份，就是议员助理。林岳良2021年捌用新党籍参选台北市议员失败，即马也是台北市议员王新奇的兼职小编。不是从我办公室被带走，没有，他只是我一个兼职的时薪小编，所以并没有在我们办公室上班。除了王心怡以外，林岳良也捌做真侪立委的助理，即马各立委关键跳出来发声明。王宏伟表示，林岳良确实捌做助理，不过已经离职1年半，支持检调正班。可有亲也伫进前发声明，林岳良迄时阵伫办公室做小编，已经伫去年底离职，支持司法机关依法正班。林倩琪表示，无法度用份违法涉弊的行为。除了林岳良以外，斗阵被约谈的对象，还有前总统陈水扁幕僚郭文彬，还有国民党家人市议员南敏洪助理王凯明。经过检察官规暝精审了后，用涉犯国家安全法，有令林岳良10万交保，搁限制出海出境。郭文彬、王凯明2人是无保请回。检方表示，其他细节因为关系国家安全，无方便对外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